各位听众，欢迎啦，路人，都对咱平常好见的节目。这个礼拜，我人的嘉宾是老焦微微娃娃，欢迎。大家好，佮有我人的新椒老酱粿条面，欢迎。Hello，佮有我人的新椒蘑菇，欢迎。如何？哈？如何？这个礼拜我人接落去，讲我人是变成真福建 podcast 的，真正侪人是较听鬼的故事。这个礼拜讲的是虾米物件较特别呢？特别是无咩特别啊嘛，人七月有啲贵啊嘛，免惊嘛。顶到时讲七月唔敢讲啦，当今七月就贵啊嘛，会使讲啊嘛。好会啦， ，OK。喂，所以人係咪喂咩？未贵过啦，贵啊啦，贵啊，當然只贵啊，白贵啊，是只差唔多要食贵餅咯。啊，对呀，微微娃娃來問看，最近安怎？来，最近是真正衰咯，這邊是衰，你是講關係甲你做你鬼嘅告訴關係咩？你有聽到我的 show？有。你講啊？無其實是安尼看，安怎講哈 ？Because 人是安尼甲我講啦，that day 嘅時我有拄着山虎，然後我有甲伊講，我講我成日講我運氣成日夾去真濟，較夾，然後做物件真無順，然後 after 講即個我一日骨力去做即個物件吼，係你鬼嘅故事啦吼。Sometimes 只濟物件是安怎講啊？你無預料到的，就你無去壓到的物件，無去想到的物件，伊會發生咯。想講咩物件呢？唔是講嗰種無好嘅啦，but then 事實講你會做工啊。哦。你明白我嚇？做工課啊，係咪？有真濟真個無順嘅物件就對啦，係啊。無順嘅物件，然後是接落來，點發生安尼款咯。然後我是感覺就講，我同你講，我是上輩就穿了，然後佢點看白。哦。因為我當期我本是看白條，然後然後山湖 because 伊外口本是有參加你款嘅人嘅嘛，係勞動啊咩呢？然後伊是有甲我講，because 我出來是有。一個物件了啦，然後我個都出來為人做安尼款的 show，so then 伊成日講伊成日講挑刺，還是本身是無物件的，然後你去食然後嘛變做你運氣，那嘅還是安怎啦？唔知啦，伊成日講。你拍攝咪做嘅啊？唔到。我暫時吃啦嗬，我跟你講啦，我暫時吃啦，我完全冇去做。你咪講是微線㗎，是嚇？你邊啲學見咧？當叫你咪講嘅，唔到。邊啲學見？我唔知啦，冇啦，我是講姑一道 maybe 啦，but then 啊 every week 安尼款啊，嗬，แล้ว我個愛訪問，你做成 live 你做 recording 嘅時啊，加夾邊啊，定係啲講，because almost every week 本時有做安尼款嘅物件嘛。特別頂到是你接落來就教人搭禮拜搭幾節講嘅都冇講清楚就係啊！你是開始你自己做上玩咧時間有物件上玩咧 because that time 是 under competition 嘛。哦。你就 so every week 你 at least 你特別出淡薄物件出來嘛。so 嘛變做講 every week 咪點啲做咯，做無上嘅咯。แล้วfrom there onwards 啊 ，because 我 enter the competition 嘅時候嗬，是 around May 啊，你講啊，so from May start 嗬，點有問題發生嘅喎，咁就，แล้ว after that
แล้ว我decide 講暫時停落來那時喎嗬，哈，我物件嗬，伊就變成嚟講佢在多對腦冇去。較順，真正明顯嘅。哦，成日講啦，我波你講波攝就好啦。哈，波攝，我波攝嗬，拄着只濟問題就 on that few months 裏面啦嗬，真正濟問題就。Then when 我一講 stop 呢嗬。有人會個 phone 嚟講，會找我 tuition 喎，你唔是只一組就真正一組喎。哦。所以 you know what I mean 啊？意思 suddenly，你講你 suddenly 直接明顯啊！你紅險警察就借啦，你講係做咩做？啊，警察就借，警察就借，啊，安尼款咯。然後個有就是講老掉，啊，別人講先啦，就唔准嚟講。我梗係聽你拖你告訴你冇。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ได้ก๋วยเตี๋ยวบินนี่ว่าไอ้ใส่กล้องแล้วว่าเสียงเจ้าไม่ใช่ไม่แล้วเดี๋ยวว่าก็講ว่า你講我做主持啦 OK ก๋วยเตี๋ยวบิน講有一個特別是無拄過啦你無親身拄過無親身拄過特別我離婚嘅近啦因為我頂擺大台灣是我有一陣是大我 uni 嘅hostel 係嘛？แล้วรู้มาจากตรงยัง宿舍，伊嘛只係講幫助嘅一排過去了，後尾一粒是幫帶嘅嘛。兩條，แล้วรู้มาจาก係真係咁難嘅嘛，到是半暝咪困咪做。佢哋會幫助係啊？都會幫助啊！我唔知啊，特別我去嘅幾多我冇拄到，就我 I graduate 咧，我對去時候。我個就 feel 到啊！我特登我朋友去我半暝啊3-4點啊，2-3點安尼去幫就是講伊隔壁嘅隔啊，伊會自動流水好滯哦。哦，伊滴水後會再慢，是水轉。無像啊，無像啊，都徛了幫住啊，都買訂嘛。哦，伊沖水。沖水啊！你幫伊個。家己沖水干那一格爾呀。哦 ，maybe battery 是 automatic 嘅嚇。無，唔是 automatic 嘅，用電普通嘅電。แล้ว個只係半暝，因為半暝無蝦米人裝伊嘛，伊3點幾來裝伊啊。伊講伊裝伊吼，伊隔幾格哦，聽到有人裝伊開迄種shower嘅聲，就係水嘅聲。哦，你伊裝好咧就走出來看櫃擺無人嘅。上擺淡嘅啦，本無幾間爾，特別毋是伊迄個大學生，伊聽到是伊個正手邊，特別淡嘅是做倒手邊，伊看伊正手邊櫃擺哦大。我係記頂擺人聽到就是講啊，樣唔是唔是一個特別，唔是就是講啊，講伊聽到人查某長嘅是，但係在 university 聽到伊講伊幾個做伊一個對起來朋友嘅個宿舍嘅聲嘅嚇。一對聲差唔多講話啦，你這是你家己經驗過，你聽到伊個即係萬水嘅吉他啦。哦，到夾尾我係 graduate 時，夾尾一先我覺得搬出去嗰邊大嘛，會驚，但係搬出去大，鐵頭無先做物件啊，但係無先讀者，我驚被畢業嗰度，到夾尾一先搬出去嘅時候，一睇搬暝我好像是丟掉啊。伊水轉個流嘅，特別死白驚。以前嗰個結流成咗紅香床咧。紅香喎，伊流緊嗰度。成個人開水轉嚟嚇呐。以前人有人訂了，伊樣款都知咯。哦，係一種訂 automatic 嘅 stop 係一種。以前有人訂了，伊就流樣款都知咯。哎呦，你阿媽誒！你掉啊！是你有啥刺激啊？不當去幫著是只驚。冇，興趣迄一陣嘛，我差不多係搬graduate我搬走啊誒。哦。我家拄着好啊，無啊，我毋知安怎好啊。特別啊，我住誒迄個 building 啊是舊誒嚟哦。你真正是人講過啊，像有誒房間啊，伊是有誒是5人一房啊，4人一房，3人一房啊，係嘛？你有誒房間吼。一砍掉無可能。上起來啊！上起來，伊外口有湖誒。哦，個湖啊，個吉利。
你解你講，你啥物金棒虎啊？金棒虎啊？銀鋼虎啊？係你會嘅銀鋼虎啊？啊，打掉嘢門口嗰種。真係講無鬼啊！好我看到我本驚。驚啦！我當晚上係使人看做，迄個舊嘅 building 喎，可能大嘅。有幾哩？還有了，個面見哦，即係個面見，你知啊？我有一個我係 junior 伊人搬一個大事啊，伊人講伊個，如果啥個啊，伊個一個啊是人，伊個 computer 伊個 desk 是下開了，伊個 bed 佇樓頂嘅啊，啊，迄種5元嘅啊，了伊嘛有迄個鐵條後面哦，你就係伊個鐵條頭頂嘛有一個啥 rubber 安尼冚掉嘅嘛，對。你知有人起落是卡到伊拉不跳起來，你知伊哋我做那啲人看到咩哦？係咪？硬鋼虎。耶！鐵殺掉到啲硬鋼虎嘅鐵裏面。伊放入迄個鐵裏面。耶！一鬼啊，解咯。有可能是一鬼啊，有可能是頂到人大啦，行鬼樣樣鐵啊，射到下邊暴斃啊。有可能啊，你鬼又啊，慢慢大食加迄邊人食啊嘛，了都台嘛台灣有。喺台灣伊啊，學堂有一個啥 guru 就是變安款嘅物件，但係伊是無 report 到伊樣嘅校長，無 report， 伊是直頭 report 到教門嘅啊，伊叫咩教官啊？哦，嚇。大家學堂有安款咧，我人嘅 hostel 嘛有一個大波一個查某嚟嘛，咧大迄邊啲姐妹，咧慢慢解啊食啊話咧出去食飯啊啉。連第時啊，講起都知哦，都知人白講幾項嘢。因為有人啊，特別我唔知是第時數啊，之前嘅咧有人講有人啊，以前啊一間房間啊4個人啊，咧伊人困，4個人困了嘛，早起來啊，4個人啊換位去。哦。A 換去 B，B 換去 C，C 換去 D，D 個換去 A。安尼個物件哦，有可能是你困嘅時啊，夢遊下面嘛，特別吼有隻嘢你大條無相信嘅，伊個 desk 啊，伊個桌頂嘅物件加了物件刷個了，耶！哇，好奇怪咯！誒是，我捌聽過本來我聽過咧，可能刷物件叮當幾間。哦。解喲！哇！我聽我個驚啊！你 OK， 你老調先，老調告訴老調。啊，當然未叫到對另外一間特別嘅邊毛蘑菇鬼告訴我。啊有啊！毛蘑菇你成細聲話講大聲冇樣，給我你買。真係大聲了哦！真係我要接嘴啊，接牛鈴啊！當金嘟嘟好啊，當金嘟好。哦，冇，我一個就是講。誒，等我做工位吼，伊有一間 technician 哦，伊冇一間公司啦做工嘅啦，伊真骨力咗，伊真骨啦，大早起5日8日過咗，然後伊對做工幫工本500按照講 extend 嘅啫，即是講唔是 extend，即是講有點嘛 overtime 嘅咧，然後頭擺吼有一日伊 morning 伊去做工，伊 accident 死去咗。這是在馬來西亞，在馬來西亞。都係I講 country 啊。嚇，講 country。neighbor。哦 ，OK。有可能是香港，有可能是新加坡，有可能是印度尼西亞啦。A 卡冰。嚇。then 伊冇歸先去咯，然後我人冇正激心本啊 ，because 伊真骨啦，開始骨啦咧就。then 我人冇 help 伊 clear 伊 locker 咯。clear 了伊 locker，clear 了。แล้ว of course รู้ใจเราว่า少年เนี่ย20歲เนี่ย啦哦少年啊อีสมัยอี是當這邊嘅 Malaysia อี是 another side East Malaysia 呀then อี冇 clear อี咪嘅走咯อี locker 咪 clear 埋走咧รู้ใจว่าเรา locker 落嚟有 problem 冇夠用嘅嘛so ดูแล้วเนี่ยป่าลังตัวไอ้ละ用ป่าลังตัวไอ้用接掉so 嗬迄個 locker 暫時嗰陣時是冇人用過啦，luckily 啦。But then
伊嘅隔壁 locker 嘅隔壁上講伊是掉3號啦，所以伊嘅隔壁4號、5號、6號 maybe 嚟嘅，所以 locker 都就係講一隻 AA 嘛，唔夠位咯，對唔對？所以 every time 我人放工了，我人 shower 了，整嘢了，就是講將隻水本嚟家己 locker 買漏，係tower 咯，所以一定暑假嘢啲白嚟人就是暑假嘢係。hang 部也 hang 然後畫嘢大啦，高啲嘢換咧真係then 一到對處了真係then the next day 到啊點你300湯你一擺真擺few time 然後咧我人嘅 locker 嗬那clean 咩那 janitor 嚟 clean 洗頭殼上面有喎我嘅 locker 是膠日臭膠日換嘅了嘅 yellowish 嘅了嘅then 無人接皮嘅真係少人接皮嘅人接皮換曬㗎啦就走啦我裏面真臭嘅然後就是伊這邊 left hand side 嘅掉呢伊 right hand side 嘅本掉then 到尾真係隔離咯係 locker room 然後 MS 嗬伊個門嗬明明是按照伊是無 padlock 啦，但係我人也係嚟 wire 鎖掉啦，until 人 occupy 啦，佢嚟放先嘅 padlock 掉，伊門會開出來。then 真係隔離咯，即係。你冇開過啊？現在開。咯，無先開，即是講我人 normally 我人做 night shift 啊，我人做了我人就是差唔多4點幾，我人就去困了咯。所以食咗咯，4點幾食咗6點7點，我咩去落去 clock 咯 ，clock 了，都是去到啲 locker 咩換到啲 normal 嘅衫咯。咦，我哋唔會開啊？你開掉啦。你多啦就是什麼？你一貼。你收掉你貼衫啊？冇啲托卡。啲托卡。了到未大漢了，伊人無法到啲 locker 裏面樣學曬即個拿得講。你 imagine 看 locker NSA locker room NSA 嚟了，個幫即個攞啲領會擺。這是one of the 真係。hot story in 這個 country 啦，以外公司啦。所以樣當今樣未 solve 嘅這 problem 就被學曬這個嗱到講到啲嘢落個南邊嚟。對咯。你看呢度唔來啊咩？冇 solve 過，伊人也係個aluminium tape 嘛，tape 起來貴嚟落個。一 tape 起來 OK 啦。冇得用啦咯 ，ban 咗咯。你個人唔敢掉到咗大拉到去頭前嘅咯。無了，就是講一櫃嘅 locker 嗬，是你從花位都看是 glom 嘅咯，伊啊，迄個 aluminium 嘅碟啊，碟起來個了伊了。就是講blank 掉伊去咯，無去咯，安咯。你有成個 office 會有先有感覺到，還是有對來話沒有感覺到？我人大把啦，因為我人是做迄個大隻物件嘅嘛，所以拖入迄個大隻嘅杯啊。砵機，砵機嚇，人拖砵機。對，所以真係濟，然後 especially 迄個做 A 卡啊，做 A 卡。有笑。迄個繼續笑。我笑，我講緊聽。normally 上個有一幫嘅是你茫捌聽過人教會有出書，然後jellyfish attack。我唔捌喎。紅機。我到底海見啦，紅機到海見掉 jellyfish attack 行了。有一幕 pass away 本咯。是啊，咩掉？迄個掉 jellyfish 掉定嘅死去咩？啦，死去啦，救袂赴嘛。sudden attack，then 伊個 body 甲伊個迄個茶係絲絲格格茶，刮茶because 伊個 body send 過來檳城嘛，了，樣我就係 send 到對去香港咯，香港燒咯，
伊 parents 講買到這邊燒，哎呀，到對香港燒，所以伊拉冇 cap 到這裡邊嘅某一間公司嘅 cargo 那邊啊，所以 because 伊拉有這裡 special 嘅 cargo 嘅，cargo 嘅升棒啦，冇升嘅 normal 嘅。哦，特別是做咩學生啊？私人 ，because 我只整只 transport 只私人本嚟整。你迄邊無啥，你迄邊加 high tech，這邊嘅卡路安了嘅，佢好這邊嘅是，伊是一個時間 normally 嗱是講飛機 I take off at 8 o'clock 啊，伊物件都愛放 overnight 咯，所以 that means 講12點都愛搞了嘅咯，伊物件放掉，所以伊樣就放錢啊，一 dry ice 咯。哦，可以被炒啦。嚇，了去到迄個有樣是真啊。就講真係冷嘅有嘢咯，真係細坑嘅有嘢咯。你大擺都行過吼，你會感覺到有迄邊嘅很冷風。安尼出聲。都無人敢去 ，even 迄個雲南都唔敢去。喲，伊噓聲，到底伊是咩？伊到底是一間房間，還是一個坑？或者係你觀察呢？一個房間啦，我叫坑啦。哦，咱叫坑，伊房間大啊。差唔多，隨嘅埋，你阿家咯四個 master bedroom，sorry，四個 master bed 合起來 ，queen size bed。哦，無講真正大啦，無講真大啊。冇講啊。你是唔是有 aircon 啊？啥物？是 aircon 唔會，那邊冇物件，坑嘅，是格呢。咧一卡是成下迄個所以人家了人做工人家了滿知啊啦，下邊人是特別無咪假期嘅啦。就是一樣真啊，所以伊學迄個 foreign airline 啊，學迄個 foreign airline 嘛，出接嘅了第一貴迄個位。哦。所以迄個 M 嘅頭嘅嚇都無佇迄邊嘅，但係迄個 foreign airline 啊，但點都迄邊貴迄邊嘅，就啲位。貴呢度嚇。即我諗區別驚未搞一下，即是到啲卡嗰邊嘅嚇。平時白色。伊一個物件先對佢嘅時，佢有發生事咯，就係咩？few time 啦，伊先對佢嘅時，唔知是伊人白了，伊 pilot 白無寫。when 伊 land 到伊 home country 嘅時候，伊 body 改壓去㗎啦，改壓去。伊身軀啊，伊身軀改壓是伊觀察改壓。哦，伊身軀內面改壓㗎了去。呀，踢破㗎啦去啊！樣就是踢破成個爆炸 balloon 爆炸呢？哦，呀，可能是 pressure。I think pressure 無啱了。無可能咯 ，because 伊在這隻飛機在伊嘅時候是 passenger flight 嚟嘅，所以captain 已經 acknowledge 了嘅，伊已經知講有這個物件佇伊人嘅 seat 嘅卡位，不要這個物件大擺接去吼，無通放白位嘅，絕對是放到 captain 嘅卡嘅卡位。哦，嚇，袂使放白位嘅，即是伊人嘅 law 嚟。擺頭整嘅啫嚇，成個字嘅啦，成個你飛機開出嘅時嚟啲嘅啦嚇。冇啦，飛機開喙嘅是迄個唔是 passenger flight 啦，迄個是 cargo flight 啦，無相嘅啦。哦，無相，你講 passenger flight 是即係接配是，就是講特別我對頭整位啦，就是講伊啲國家。對，在 position 對迄邊位嘅。安尼好。你家己，你還是你冇知啦，這事發生是你冇啲啦，已經。係啊，OK，咧就嗱，凡人講句，哇，你個時間好聽啊，你繼續講，直接就講แล้วOK，แล้วก็到底後邊話就係講咩呢？我咯，你最近嘅咧運氣會唔好 ？OK，แล้วOK，so according to Vincent 咧，意思講算乎呢，就是講。Maybe 是 because 你做上濟安尼款嘅物件了，你知無 ？because almost every week 嘛，你運氣嘛較假去了咯。然後 that time 咪是成日講我出接測咯頭一項，然後
接落嚟的 tuition 你話 train 你幾 attack 嘅菜？哎呀，乜嚟債啫你片嘅？你計我小我自己水碗咯。你計針下，你計幾講講，攞嚟之後我都冇係咪嘛？我諗咗隻大，攞把支住插落去接嚟時，好像丟計咁咯。S 款啦。然後然後 after that tuition 係變咗一問題咯。所以這個物件是講下面就行個順嘅物件。本地是冇事冇大嘅物件，一 suddenly pop up 出來in 風險嚇啦，所以我就 feel 到講成個冇咪對皮啊。然後after that 時我就講 after 佢哋 competition 咧，我就想愛卡減啦，2 weeks。玩數啊，你講咯，特別 still 個時間呢都在喎。แล้ว我未แล้วอันจะ講啊，我 after 我讀到Vincent แล้ว我計講แล้ว我就 OK 咯 decide 講我暫時停啦，แล้ว陣時就 OK 啊 ，OK 啊，我當見。希望你個對thân嚟邊啲學勁講啊！邊啲學嘅，I mean 我 maybe 姑一道 OK 啦，是講 every week 啊，你講 and then 嗰時到我厝。哦，當見你唔是到你全部當你嘛？哦，你是講做嘅事。哦，你because 你做你當見你喺落你是冇個嚟點正好，但是講落做嘅事你落了嗰度 edit 嗰度咩佢直接按到啲你咁邊都要啲做到。上 I mean 我上 focus 上估啊。focus 小姑咧 ，maybe 對我嚟講變做貴人成意義你講有可能你對，但是講你把刀做本好下 ，make sure 你做了，你會想做下 my focus， 你特別 tricky 特別 balance energy 啊，當然你是 focus 喺你演嘅物件上濟啊，係對。แล้ววันที่是講成日講能夠靠去主持啊，嗬，你講你啊，一人做你講嘅物件一定要有為伊家己保護伊家己嘅。哦，按照呢？按照播我都播，按照好。就係講冇嘛，都唔是講 every time 人 touch 到這類物件嘛。我不記住把人家講就冇啊。แล้ว個表見咧就，所以我這類 competition 嘅時呢，嗬，我就有叫我 parents 去搞我當下去 vote 嘛。如果會叫伊是愛人 vote 嘅嘛30%，然後所以我咪叫 parents 講你若有興趣嚟講嘛去當下去 vote 咯。然後 after that 一看到我 blog 咧講哦，這個 ghost story 啊，我本是有拄過嘅款嘅問題。Actually 伊跟 parents 伊家己本會感覺安尼款嘅物件嘅。So that day 那時伊就用 phone 安尼款就甲我講，就講伊 experience 互我聽。即係唔是錄音嘅啦，即係家己講朋友講嘅啦。講啦嚇，講啊嗬 ，OK 咯，伊就收線啊咯。แล้วแกนอนจิ那時伊個隻 phone 嘛，就講誒。我係講數喎，I think 盲講出去啦，安尼款。แล้ว我講係咪數？伊講嗬 ，after 伊講啦，即係講數啦。That night that night 我嗬，一處嘅即係係停車嘅位呢嗬，是白呢種是白啦白。แล้วeven though 都冇拖 handbrake 本好啦，冇可能白。伊是安尼講講，伊講伊車無事無大行，伊退後。哦，倒退。我就倒退，安尼講家己慢慢行哦，倒退喎。然後伊是看到講伊 handbrake 是無丟啦，特別問題是講無拖 handbrake 啦，特別伊講迄個位啊。安尼久以來啦，就無發生安尼款嘅事嘅。所以when伊甲我講啦，我嗬就有就安尼了，伊車家己倒退，所以伊本身唔記講，成日無咪。對皮啊！安尼款啊。你所以叫你問講出去啦。問講伊 story 出去到我節目嗰啲，所以你別講咯，哎呦大條。แล้ว
安尼咯。啊，等，我講嚇，你講了成。嚇講啦講。我講聽我只少講有個數，佢就是梅亂嘅嘛。特別呢個禮拜我有個數。啊，較早頂一個禮拜呢，頂一個禮拜頂一個禮拜就是講頂一個禮拜時，我就我當時我講我做緊到大陸本啊。我到時我做緊我 office 位，因為 office 我在我幾內間朋友較識嘅東西度講到即個關係幾個物件，所以我即係你未講成做 office professionally，你未成講做間時講係咪沒有幾個物件，有人是講少少啊嘛對，所以你咪我咪是再講幾內間識嘅話有講過，你往甲講咯。然後伊就甲我講，伊就見呢查某嘅甲我當時呢，伊頂到做間是到啲 basement 嘅嘢。喺度啲 basement，because 往時做 hip，伊是做咧講咧有 hip 嘅物件啦，所以咧我樓下 basement 有一間 studio 啊嘛，成日往 hip 嘅嚇呢，伊你後尾嗰啲獨經白白咧看嚇嘛，所以我伊就到嗰邊做嘅。你冇嗰最近冇嗰搬起來樓頂，我是到第八站第管一站啊，所以伊就走起來樓頂嘅。我就往啲講起，就是日本時講起咯。伊講我冇咩感覺，就講樓頂有蝦米物件。你我講每看你捌到正有感覺條面啦，你做咗一年，唔知6年嘛，到尾做。我做2年，做6年。伊講我唔捌感覺條面，都冇插咯。伊就上網講實際講起嚟啦。人哋伊大擺是安尼，伊之前就冇啊，伊大擺是參幾陣嘅朋友。但年今年一年幾年當然是去無上 hotel 會大嚇，你係時間佚佗咧靈魂錢，唔是靈魂錢咧 Ouija board 啦，講會記 ABC 啊，因為去佚佗，因為成去翕相，應該看到你開 call 接嘅咋，伊上有去，伊講伊會 feel 到，伊有一朋友講伊感覺到伊個 spirit 誒 feeling 嘅啦，所以講伊極時嘛是驚，還是斜講嘅啥物，伊感覺到啦，有一朋友啦，伊呢是伊會知講其實有啊無來啊無，伊感覺到伊會 feel 到咯。然後有一次是講頂一個禮拜咩風險喎，我去做緊嘅時講，肯定我錄影時你講來我 office 講講話啫，我走去佢講，你我走落去行，我去行，伊講伊無到 office 講，我做隻行。我哪件是講站名禮拜名是頂一個禮拜咯。伊講禮拜名，我都對來行 equipment 到地方嘅 studio 位置。伊講伊甲另外一個朋友打包啦，伊打包嘅就 because 我 security 特別貴，通過迄個你特別 scan 你 ID 卡แล้ว個接來嘛。所以伊朋友就到啲車位等，伊就接來開門，開門開個了，伊車個塞進來，去夾整靚嘅車塞。因為就接到去 studio 時啊，伊就 scan 你個一隻接去 studio，伊朋友就啲個下單，因為就開門即去 studio 啱喺邊 ，because 伊是 studio 特別紅嘅啦嘛，無窗啊，無做隻無物件，嘛紅起來嘅啦 ，soundproof 嘅。因為就開起來是聽到兩人講話咋，內就冇咧，兩人講話講嚟講去咧，就 whisper 嚟啊。伊就講誒，就轉過嚟做工，伊無講時候講鬼嘅上面嚟，伊就想到誒，轉嚟做工啊 ，maybe 是喺 studio 隔壁 studio 人嚟做工。伊就無插伊啦，你切講，伊就開門咯，伊無開開啦，伊門嘅開一下咧，迄個塌掉門嘅帶塌掉，塞一車出去咧是到啲外口嘅伊朋友咧打包做隻落物件，塞到對嚟入去 studio 嘅時，伊隻行入去甲伊打包嘅朋友就行入去，嗰時伊就聽嗰陣聽到鬧嘅聲，伊聲鬧人，伊講伊聽到關誒大聲成啊 ，hello。就講本地啲講就話一半咧，上下就係見講係細聲，可能而家聽到鬧你查甫嘅聲，伊就講聲咩物件嚟啊？伊朋友打包朋友就講，你聽到我聽到鬧人講話嘅聲，伊講有喎，你講唔知唔是你 studio 你隔壁往另個接條通條是你錄音室接條另外一間啊，伊講咁樣開會咯，咁樣開會 check 嘅咧，去過去隔壁去 check。無人話規個 basement 無人話做啫，伊講伊聽到真明顯，伊嘅聲是到啲 studio 內面來，特別無呢，到啲話喺內面喺個 hippie 嘅 studio 內面啊。然後伊就講死，伊就狂險調查驚嚟，然後因為伊想講伊是聽到人來做工，但係佢 check 先是無人 basement 來就冇驚咯。然後伊朋友咧打包朋友不是未看到未聽，伊是講我聽到人講話嚇你咋？所以伊坐我落去咯，伊就我坐落去，我行落去咧 basement 嚟啦，開門開伊咧買到啲買開開就話，
開門之去，一冚門起來看看，會 feel 到聽到聲，個冇喎。所以變到只奇怪起，伊講所以當伊講這種係一刀起啊，伊就殺，伊講伊去樓頂嘅時，伊冇感覺到啊，當伊去被炸鬧嘅時，佢冇感覺到伊講。我到底第被戰時感覺是點啊？啲我冇講過啊，我啲做工嘅時，伊是。我啲企喺度 meeting room 嘅每頭前看住佢跟人講話講，然後我 feel 到邊邊成個在出邊上有人被攰，你知往時伊是做人 A A 嘛，我 feel 到往時有人被攰，你咪是耍下人咯，我 feel 到人被攰，我只邊佢耍下伊是邊佢看到無人咯咋，所以我成講，哎呀，無插伊咯，然後下一節上一個禮拜時，我嘅朋友都行來，伊另外一根本感覺，伊感覺到當時，特別伊只驚，所以唔敢講，伊感覺到物件都點點無講嘅，伊紅險講。哎呦 ，My God！It's right there，It's right there。講講，伊 feel 到咋，就是上到喺你房間嘅頭前位咯。上咁我感覺，嚇，上我感覺位。因為我無解講，還是我無解講，我冇看到定啊，即係較早你that week，我無解講，我看到過。伊是講，Oh my God！I feel it right there，I feel it right there。然後我就走後尾時間講咯，然後下一間當然即查某，伊講伊 try 被 feel 看看有啥物物件，伊講伊就 try feel 啲無喺大樓頂搬來咧，佢就無 feel 到。差唔多2個月了嘛，特別自從伊聽到佢一名起嚇，伊講特別實到 feel 到下邊有嘅就係講，你講特別 try 看是有蝦米物件，到底是蝦米物件關係？伊樣感覺到幾個人感覺到幾物件是伊無乜想嘅冇呀？伊是想講伊是有人伊是唔知呢，講我是 feel 到伊唔是講伊唔是想講咱幾個人害lui咧，佢無講較濟99% of 伊 sense 物件，覺得是成個 normal 安尼咯，成個人安尼咯，伊無想講來害lui啥物嘢啦。所以變做所以我當然都注意看，然後蝦米物件咧，我個 report 互人聽個。但是講我個伊個講個唔是玩意咋，伊講伊暗暗，佢是完全是看唔到，暗暗嘅呢啲其實，伊講是聽到到啲裡面，我喺你講呢一講位就聽到人講話。So，不單係有蝦米物件新物件甲人講，你一直招我去咯，係你就我講招我去，反正特別係講鬼故事啊，什麼物件？少嘅咯。冇，唔是去看鬼，我是講嚟做隻招我去人講鬼嘅 experience 啊，講伊鬼 experience。我想要落到啲話阿毛咯 English podcast 上面落。幾條面呢？幾條面講下咩物件講？有講小記嘅。因為就如果係要呢，伊是啲這邊是台灣女啦，台灣女啦。伊是搬山嘅，所以。有時間係節門口啊，就係白樓梯咁款咧。然後你阿媽有隻嗰係無聲無息啊，無物件做嘛。然後即係叫咩清明啊？清明。啲台灣清明啊，一放假是放一禮拜嚟。幾禮拜免叫我做嘢啦。免叫我，然後我走去我等鐵台面嗰度有個貓貓。個貓貓係咩嚟？太陽色啊！因為在話老誒，有呢時啊，伊暗暝是冚無人來，我等伊就冚了甲隻火尾冚了誒嘛。等下去氣候，我經下面時間啊，迄時我個大啲宿舍咯，然後12點後啊，日未出誒嘛，然後11點過嚟個5分可能走出來了，然後走出來後，我去鐵頭。伊一冚到去，然後伊搭陣樓，伊袋咧是地杯，伊啲叫咩啊？做人啊，地杯，一長嘅，一地杯一件嘅嘛。然後可佢避有時，然後我湊朋友走入去迄個小人啲 ground floor 啊，伊樓梯愛去樓梯後尾唔是空嘅啊，我就避啲會睇啊，呢邊嗰度哦，避啊就奇怪，你聽到，因為你比啊無理由，你有人出聲嘛，就你動嘅物件會有小人掠到嘛。對。那我講後聽哦，就多謝聽到安塊物聲嗰度哦，這樣有物件啲叮當啊。伊樓梯是柴嚇？唔是，伊樓梯是迄種阿莫會迄種嘅普通嘅 building 嘅樓梯嚟。
特別你聽到是茶嘅聲音，是唔是以前按怎講啊？你坐舊椅啊，咁款嘅聲嚟哦，聲壓聲擠掉物件，嚇壓掉物件，因為咁款嘅聲嚟，因為強嘅，迄時個暗無人咯，點咯，因無人甲出聲，可能去驚，咁啊準了嚟哦，你隔壁就已經待落了，流出嚟。我驚不了，這人啊，剃頭了，出去啊 ，OK， 搞到掉了，出去講啊，就講起哦，唔知我落去了，別人個聽到。剃頭個腳背哦，都在下面數，個有人擺out在下面數，有兩人跌到內面精神派。條街人話十幾天啊，搞了個諗法搞啊！我就必翻跌到內面精神派，一坐啲迄個日文嘅迄個座位啊，如果冇一樣可能笑。即係自己嚇自己啫。แล้วก็แกไม่ก็好笑ที่แล้ว last round มา12點幾1點แล้วนะว่า1點แล้วแล้ว迄陣啊是我去夾嘛我掠的人有5人嘛แล้ว我家己行我哋看灰哦我徛伫 second floor 嘅 third floor 即 end 啊夾尾一間迄個樓梯迄邊，我樓梯迄邊夾尾一間課室迄邊啊。我看到掠的 end 啊，有人行過來哦。奇怪嘛，掠的人哦，5間啊，本無講大隻的嘛，我看掠的 end 有一個較大隻的，但無的人甲白款啊，行了過來敢若知道較忙啊，我剃頭人無人款的size哦。你是你看到嘅影啦？因為無開火嘅，一開咧落火呢，哇！強㗎，知道來錢，係唔是來錢嘛？佢後尾行啊，差不多我阿個3-4間課室嘅距離咁款啊。佢後尾哦，我就看到一手舉起來就解啊。開到 slide 強馬達，掉裂。攏就是怪故啦。你講啊，真努力啦，解哦，嚇到我啦！迄陣我徛到我袂定當來哦。你就是家己嚇家己，你家己嚇家己才驚吼。重要是我兩人我徛到直直，啊長看袂定當啦。袂定當係嚇到，唔知做咩啦。我都講，你能動嗎？我不能動，你能動嗎？我不能動。我兩人就在看到啦。做者看到，知道解了，唔是安尼衰喎。但我兩人是正常班，即係2人嘅。So that's why 啊，我講啊，就係講咱平時咱講啊，即個物件看到了嘛，咱袂叮當啦，咱袂驚咯啊，袂講出來啊。I think 即個是 because 咱掉錯了，未有反應去反應啊，未有反應去嘅。實查嘅，一鬼做都袂叮當啦。但係我少你汽車講是嗬，實坑去你腦實坑去。乜事呢？你講未講未？冇。你係咪我講即係啦，哎喲，即係第好經驗啊！家己嚇家己。是啊，我嚇個我老驚，我硬係驚無留住呢。我唔知，我實是唔捌家己嚇家己嘅咧。定當時你攏知講一個到底我怡保還是到落Bukit Gajah，Batu Gajah位啊，有一間是大間嘅，成人講 haunted house 係成隻大間成個皇宮 palace 然後呢，你特別貴隻橋呀，叫做咩啦？下面叫做咩啊？你唔知咩係 Kelly's Castle 啊？係咩叫做？Kelly Castle 嚇，對。你冇去過啊？唔捌。我捌去過，你知啊？我頭時我一想我要去見嘅，我接去房間嘅嗬，我個安尼房開嘅是 try 下 feel 看咩，個未 feel 到啊。特別我咪去 review 我嘅房間第2版，我咪去 feel 都冇 feel 到。有可能我同你講，呢邊啊，嗰個一個叫做99 Doors Mansion。我捌聽過到底邊度嘅嚇，邊個嘅嚇？冇啦，到
北海啊？N 的啦。哦，得啦，講下。啊，有啊。講。99嘅妹啊！啊安怎係邊 supposedly haunted 本嚟啦？ ，supposedly haunted 呢。咱去啊！我對意思。唔係，我 that day 嘅時，我有愛看。because 我當然我做條 heritage 之類show 嘛。啊，對，我開始講啦。แล้ว after that 嘅時，我有找到只個資料咯嗬。แล้ว有 one of them，伊有講伊人是去即個99 mansion 嘅即個 Dolls mansion 啊。แล้ว伊講嗬，伊去嘅時，伊人會感覺到講厭慢嘅款咯。แล้ว伊個頭殼有嗬，差唔多成日崩掉，你看係邊個第二樓嗬？伊個頭殼用柴嘛。แล้ว所以แล้ว伊人有梅迄邊嘅，伊講迄間 mansion 呢嗬內邊有一間個人拿查某啲過掉你知道？做雜㗎。แล้ว伊就有梅伊有梅迄個人拿咯講，迄邊OK 哦，安全哦，有安尼款怪怪嘅物件哦。特別迄個人拿係夾喎，嗬是 just like 笑。哦，伊無講有啊無啦，還是笑肯定。伊無講有啊無，伊笑來講嚇，你人放心行，安尼款樣。哦。唔知哦。啦，特別 investigate 看啊。誒，我講睇你錄音嚇，你去錄音，但係我聽到一個你 show 時講你查某多個家人講一件安怎。伊搞邊沙係嗬，邊沙嘅嚇，伊個錄音條，你是係 stereo 還是 mono 啊？是變做 mono 嘅嚇。Because 伊個 quality 要求 I64 呢。哦，long station 嘅時。because station 喎，伊當佢伊個 generator 喎，嗬，伊個廣告嘅咧喎，嗬，你是 just send in 咧，嗬，伊家己 generate 起來，接起來你 show 了。哦，你看你說，特別你係扮你 music 嘅了，對 stereo 就係你變做冇 stereo 係咩？佢哋是 because 我是用 iPhone 嘅嘛。哦，你唔是用你 Zoom 落嘅，我想你用 Zoom 落嘅。冇，我用 iPhone 咯，我同你講下，你係124嘅喎。beat 嘅喎，嗬嚇，佢哋 even 都是 iPhone 本好啊，伊係 stereo 嘅咯。別啦，你買 double stereo，你買 double stereo。冇。我講你用 iPhone 嚟講嗬，你會聽到伊鳥嘅聲會灰嘅款嚟。特別我知，特別你會聽到 sensitivity， 特別你 still 你袂想你 zoom 會聽到 stereo，四周圍一聽到成個你特別很點嘅聲，伊袂立體啦，伊袂立體。哦，你咪啷講佢幾到底幾個數 ？OK，個有我咪每到啲你蘑菇就只幾個。係咗啦，John。嚇，就幾條？刷了。貴阿坤咧嚇，幾條？OK，你驚？完啦，我都解咗都。冇驚啦，去啉古靈。你特別係你 music 啫。係咪 music？我咪驚。係啊。OK 啦，佢條你使去困了，叫咩？即係我未困我就飽啦。你拍到你 girlfriend 啊？困嘅荷蘭氣啊！你困嘅時把酒冚掉時你笑。解咯！你聽到水嘅聲？是啊。唱住。好啦，神到啲層層嗰啲款式誒。啊，冇你困咧，你感覺到你成啊，你面會喂，安尼隻，我招。睇啊！我直困啊，困咗嚟。你 try 可能那是講無嚟講，你白刀個你幾個隨時你過來講看，你開把招是看到咩？啲咯。我白啊。OK 啦，感謝你尋教我能落雨。我見到我麻困。見到你麻困。OK，感謝啊，貴條。拜拜。OK，嚟蘑菇，就會講。我講 VV 話話，那是講學 testing 看啦，你去買迄個豬鼻你知有豬鼻啊？豬鼻，嚇
แต่แปะจูบีอ่ะไม่ช้ำเดียวเนี่ยเปรี้ยวไทยแลนด์เนี่ยจูบีอ่ะลูกปังจิเลเปล็ดอย่างเงี้ยลูกปังที่ได้ปังเก่งกว่าสีขาวอูเป็นออสเต็กบ่เย้กิลี่น่าสิเป็นออนจะฮอน่าสิเป็นออนจะฮอคอนเฟิร์ม咯confirm เนี่ยมันจะทำอีกอย่างว่าไม่ confirm แล้วว่ากับมัน我咪 confirm I also don't want to confirm 我咪 confirm because 你 confirm 嘛會曉安尼款嘅人不會曉安尼嘅物件嘅人 already 是甲我講有了會曉嘅然後伊是甲我講是未請走了嘅哦所以問佢because 這個是本地是伊有了嘅哦是大所以你嗬你無可能走that means 講這間厝起起來那時伊應該是到這邊了嘅所以你使甲伊和睦相處呢啦你自買家我買家你人肯到地咯對安尼款咯然後伊是講伊是會保護着我啦特別我有玫瑰咯我講我玫瑰 Vincent 咯我講安怎人是安尼款甲我講啦會曉嘅人是安尼款甲我講啦特別安怎佢會安尼款 because 伊講你本地你無做啥物物件嘛無事咯對咧你定定去講幾個故事咧定定到你厝內面做咧你定定接受伊嘅物件㗎了嘛你變做伊成日你 open the door welcome me 成個 invitation 啊呢แล้ว變做講啊你家己本厭曉安尼款所以是甲伊無關係你是講你是家己 because involve 安尼應該是甲伊無關係啫 and then 咪袂記 those stories 啊真係真實的嘛對所以你個定人去講起啦我嗬你即個物件唔知啦就歹講啦即個物件是and then 個食物件你做幾個物件啦你家己本會有淡薄驚其實你嘅人嘅 emotion 啊嗬會變假去嘅你就 sometimes 所以變做你嘅人嘅氣啊無夠黃時唔是伊幾嚟食你是你人氣無夠咧是做你洪水無水洪水變無水去咱特別，但係咱特別 balance 上一季節嘅講一道呢。咱講，咱唱嘅時間，咱是唱，嚇伊個氣過來管得對。對，哈那個笑啊！我暫時無做咯了，係穿了，我同佢 every week 是做掉佢哋 heritage 咧。heritage 好我是個聽。我嗰時講唔使講 review 話，我自己 podcast 咧，成日即係蘑菇就係講 review 話 podcast 咯。真係誒，蘑菇是不做呢嘅邊個哦？唔捌啊？唔捌。OK，but anyway，咧就係講蘑菇講嘅福建話無像嘅。嚇，無像咩？多數卡人都無像。多數卡咩？哦 ，OK。無像咩？伊無啦，伊淡薄參掉噪音淡薄。淡薄阿莫音啊呢？阿莫曬咩？尖貴都係尖。Australia。丟蘭真係準啊！我即教我 call 名。我有 call 名。會聽得出咧。尖貴。尖落股。嚟繼續。你尖落股特別尖落股嘅，尖落股嘅上一招。3年喎。係咧，後期就會講，你到底個少經驗過啊？大把啦，但媽咪話講，現嘢平時嘅車吼，會過單。有丟 handbrake 冇 handbrake 啊？你講下。冇 Q handbrake 冇 Q。handbrake 冇 Q 啦 ，OK 啊，你聽我 station 位啊。有一個 vehicle 伊有38粒鏈嘅啦38粒鏈 ，OK， 真係大隻嘅啦，分鐵頂背嘅啦，明明伊 on job 了就，on job 係咩？明明伊 on job 了 ，on job 即是講按照講
伊 stay overnight 啦，即是講伊 land 頭卡了咯，伊愛 rest 了咯，伊愛歸暝嘛，就早起家起背了咯。所以咧 M 呢是迄個工人家咧，是愛放迄個 rubber 啊，伊 land。我踢有嘢哈啦哈。哈，對。OK。所以咧嗬，有一暝嗬，我人冇做工做了咯，就講做了 service 了啦。แล้วหมอก็แล้วแบ็กอัพมีการตุ้ยชัวร์แล้วตุ้ยกับกี่ออฟฟิศแล้วแล้วให้เล่นมีการลิฟต์เดียวที่จะ講 taxiway เป็นไงเล่นไหมฮะล่ะ即係講有按咗啦 then 到個差唔多5點幾嘅時 suddenly 我 receive a call 伊個 stand 去啊啲件有啊個 stand 已經 stop 了 stop 啲阿妹特別顛凳去啊已經顛凳去了 then 伊嘅 job 燒到去邊你是講伊 job 燒到啲伊鏈位還是伊 job 到啲上一位咧一直頭踢out上一個位伊直頭踢掉去即是講伊 bypass 伊就通過啦呐通過去 and then 已經伊每個了所冚起來了誒無人會去了誒本無人會殺喺面前本無人會殺伊誒無才了殺伊誒then 有一日我人 check 到對伊 wind 嘅 condition 本是真正quiet 無事誒無講大風伊家己驚去所以a lot of rumors 又是講是迄個貴心嘅 captain 來換出去死起來 captain 啊，來換伊飛機仔。then 伊個準伊嘅迄個物件無加撈到迄個安怎講頭殼南頭嘅邊位嘅正抄嘅物件啦。伊行遠哦，多遠？一定都睇到多遠？好遠嘅，差唔多有10隻車合起來安尼遠。我咧坐安尼遠啊！你好個在邊啊，無物件無想講浪掉咩物件？不，對愛空誒，對愛空誒，對愛 clear，對愛 clear 誒，對愛 clear 誒，袂使有物件誒。所以有時 suspect 講有迄個haunted 嘅迄個 captain 喺內邊。然後個有一擺就是講我做工嘅時候，這是我本身啊。你知飛機有兩個 deck 嘅，是唔是？對，是講咪頂面樓頂嘅對。OK，對，頭頂會開嘛。OK，唔係講同見咩 the latest 嘅300ของเราไม่講啦嚇，我頂個747就睇啦，747。not actually 當無人知講阿會有 double deck 嘅咋？我唔知嚇。你上個時間你 first class business class 係樓頂嘅。不，迄個買，迄邊買，迄個是 passenger 嘅，阿會個有嘅啫。阿會是我人叫 crew bunk。because 嗱上講同見我人係 take off 去。US， so 我人係有兩 set 嘅 cabin crew 咯。就是 because by labor law， by labor law 唔使 over hour 嘛。所以一樣係有兩 set 嘅。所以迄個我人叫做 crew bunk， so 但是本是愛有人去頭頂 service 啊，做物件啥有用 electronic 些物件喺內邊歹去啊。所以剛好。好隻飛機吼，伊度停佇我人位啊咯，所以midnight啦，但是normally我是做 midnight 了，所以是我度去頭頂做咯，無人了誒，無人愛做誒，但無人愛做誒，嗰陣時我是冇只接行嘛，頭接，人家咧叫你做啦，我調咯，半暝3嘅4點幾3點嘅，你可能叫我去做 inspection 咯，然後我去看。但係我咪你 clarify 就係，你 occupation 係咩？我係飛機咪嘅啦關係，แล้ว特別我咪嘅啦 clarify 係咩物件？你講你後尾係你 crew bunk 嘅話，是安怎 key 嘅？on the okay，你接起飛機 ，that means you face to the tail on your left hand side。你就接起到睇 key 係咩？有一個 door，伊 door 是 sliding door 嚟。特別意思到底，我喺你 cockpit 又是後尾去。後尾卡穿位啊！我你執慢那邊嘅，我你。對。所以你我諗唔看過，你只能 expose 到你門啦，對，嗰時 lock 啦。伊門伊壁相識嘅。所以伊隻8年啦，去對面咪只4年咯。
一個樓梯起咯，แล้วไอ有 about 90 degree turn 咧，看咯。哦，OK，接佢講。然後都起咧，伊那邊冇有差唔多有一個兩三四，有七個房咯。七個房即是講有 double deck 可以困嘅咯。然後那邊做白，即那邊做冇響企，你企袂掉嘅，企 straight 嘅，都係啦，即嘅嚇。然後你冇愛 commando crawl 你那邊響慢慢做，都聽到講。有藤啊，有冇藤啊？喂，冇藤啊，冇藤啊。然後就感覺到，我感覺到都有物件有，即無斷片，即個可能係有人哋講話開門開門多叻嘅聲嘅。然後我冇去插咧。即係早啦，早幾4點幾啊？半暝3點4點幾係咯，一啲做。Suddenly 我門開門。Then usually 我人做工咧，for safety 咧，我人有拿一支 walkie-talkie 嘅，那是 handphone on carry 嘅，冇咯，卡未出。哦，我但係啲卡冇可能 ，because 伊個 door 啦，only can lock 愛用鎖匙鎖，冇愛用鎖匙嘅。So don't know what happened，伊個門 jam。根本冇 lock 咧，因為伊個 door 是愛用鎖匙鎖開冚曬當然人嘅門嘅可能，呀鎖匙插一開嘅可能嘛，所以伊根本都未鎖，伊是有像 Japanese door 可能都係零起呢，安尼路也去插入去 lock 伊可能嘅。你我問你冚嘅意思係一個骨啊，鬆你可能，鬆就係咯，鬆落去咯，然後。冇斷片啦，死了啦！哇，我哋那邊差唔多5 minutes。9分鐘。แล้ว end up 我咪關係我ข้างมือ call ไม่好勢ว่าแปะ到啲頭頂去借啲อีครูบ้างนี่จะ少隻冇斷片都去下亦未開到啲啊冇看佢啦冇看到伊人啦特別你聽佢講話啲多得啊會所以特別你會咯，特別會咯，就是多得咪是應該是特別會咯。對咯特別你無人是你家己人嚟啦。善人嘛，無法嘛，叫你做，又你講你特別幾名時間你一人嚟，你無。我就講啦，佢哋是到外國嘅呀？冇啊，到這邊。OK。新加坡。新加坡。service 是飛機啊。因為伊人，按照講，到一個certain time 嘛，伊人都無治療嘅，都走去困了嘅。所以那你存迄個新嘅 apprentice 啊，還是白嚟啊，亂條做工，邊嚟得？所以你冇條無理咯，安尼香港。所以就掉下啲問題。唉，真係啲 iPod 用嘢啦。佢講一個啊。你平時冇做工嘅時，你會看到、聽到、感覺到，還是較濟做工？有一擺咯，教我 friend 去跟對阿媽跟了。真係久冇去啦，真係久啊個有幾哪年冇去啦。有好直接去咯，去行咯 ，check in 了咯 ，everything 也去咯 ，on the way 去咯，兩人冇行咯，我一考慮到應該是真係闊嘅嘛，對唔對？行去你 room 到你當位，啲迄個 F 嘅頭嘅學弟。咪講，了冇行，แล้ว我冇有一個讓整花盆呢邊啊，甚至冇是花盆，三巴湯。แล้ว行過，แล้ว冇蝦米隻咯，แล้ว行過，แล้วก็另外看到迄個 chainmate 都去邊位殺嘢車，แล้วเรา冇嗰啲蝦米 chainmate 嘅車咯，我兩人白行，冇行頭前行過，แล้ว冇行，紅險都一個嘅 chainmate 嗬，人 long wide shoulder，我看冇到面，我規個車包架樓啲頭殼，哇 ，then that day。After 接佢旁邊呢，我發燒啦。你浪到你時你有成驚者？
啊是你帶魚咯，帶魚隻咯，帶嘢實，你是特別是條蝦啦，你是咩蝦條啦，是你呀驚啫，嚇驚條帶條隻，喂，聽講，什麼事啊，不知道啊，怎麼你是波跌倒？然後一浪條話是好大啦，是啦，就所以我是也掉迄個安怎白啲夾隻 iBag 啊 ，back 呢嚇。啊，一個一規個 sling 架落嚟頭卡去，啊，แล้ว after that check in 房間了，哇，未好寫啦，都是看病啦。啊，แล้ว whole day 咯，ที่房間困了，แล้วมาจาก morning จ้า就ไม่เจ้าหลังละ有大，幾了？啊，一擺呢，แล้วเจ้าหลัง啊咧，เจ้าหลัง啊咧，個有發燒。特別我是發燒是，我local KL station 咧嗬，誒 OK 啦喎，我好寫啦喎。我是嚇掉，我是人看物件，但是我每看又驚到，但是講又是驚到呢，我有當時都嚇到，驚到啊嚇到嘅，迄個是有可能家己成日錯掉誒，錯到你家己發燒嘅咋，破病。啊，邊係咪咪件浪話咧？係啦，是係你咪叫浪咯，係你是。被 explain 啦，你就特別有時講陣時啦，你發燒掉，有啲人是成個紅險，伊唔知頭唔知背紅險去發燒嘅嚇，係你有可能是你垃圾物件做亂係呐，特別有啲是你家己請鏡啦就發燒你就，你嗱特別浪掉，你感覺到浪掉大辣你曉，你浪掉時你冇幾長係咪啊？冇，直頭成個真成個一種。人行過邊啊，成日都去迄個 packing 嘅 area，成日都去 shopping 啊，人看大波落去都只。特別係邊冇幫行嘅，冇幫行。哦 ，it's clear，呀，然後就是解啦咯，未好寫啦，我 friend 講未好寫，但係去下去買 Panadol 啊，買係咪買之類買迄個，本是未用。然後咧落到下卡呢 ，OK 啊。The next day 落下卡啊，真係是lega去啦。冇數啦。你把讀呢去下邊過啊？哦 ，never。你驚啊？但係冇需要去啦，講真冇需要去啦嘛。係啦，掉一錯嘅。係啦，錯掉。如果想想，你是唔是做工嘅？想想是對對，你是你做咩工嘅？sometimes 唔是講做咩工啦，你唔知咧，但是我諗啲個別做物件嘅時候，明明我諗物件是按可能 setting 啊嚇，你只冰白一按呢嗬，物件冇成個啦，悄去嘅啦，悄去啦，明明都悄意思啊，伊下個你轉去90 degree 嘅。你是講伊 setting 嘅背機嘅 knob 係咪嘅啦？上面，還是你 tools？你計時頭？冇。嘅時頭，嘅時頭啦，哦。然後陣間我明明放到我人嘅 notes 啊，陣間放到我人嘅 right hand side，所以你伊會走去阿妹嘅講伊去。哦。按照背，這是到背機頂面係咩 ？Inside copy 啦。按照背機入面個係咩呢？哎呦，大把！你知有一年嘅時你會記哦。S 頭嘅，喺台灣嘅，掉 accident 啊！一個落嘅，你唔知咩大件事？成個事件呢？喺台灣嘅 S 了，後尾有一個落號嘅。我知。According my friend，伊人喺台灣 ，because 伊人大年，伊人有做一個 rehearsal 嘅。嘅啦，嘅 drill 呢啊。Yes。Then 伊有一隻雞已經 burn 㗎，咪 burn 㗎幾十擺嘅，迄個背肌嘅 body 嘅就有碟嘛，喺入面有膠，一寸嘅 skeleton 嚟啦。แล้วยังตาตานี้有做嘅啦，但差咩？你做嚟貨真係了累啦。你樣ตาตานี้做ตานี้本發生事嘅。哦，係咩物件？我嘅 friend 伊人一間咧，伊人拄好是拄到，伊人是做成個救生人拖 body 嘅，伊人有分 group 嘅，伊人嘅 shoulder 伊人有幫 color 嘅嘛，等下講青色我做下咪間，紅色我做下咪間，แล้ว我嘅 friend 一個 group 是做拖 body 嘅咯，去做 search for body，
แล้วก็一個是你是講 accident 過啊？是 yes 哈，安尼哈呢，so 即係講有 attendance 啊，something like that 啦。哈 OK， 幾哪裡拄到唔是人嘅嚟嘅 attendance。Yeah，安怎你嘅 attendance？安怎去點名下？老實講。哈，點名。伊人啲真係濟人嘛，佢你想一個 acting 嘅可能了，哇有點開，แล้ว有迄個 fire extinguisher 呢邊哇，แล้ว有迄個 silent 啊，做個 practice drill 啦哈啦，對，แล้ว有咧伊人有想講有幾哪個 guys 徛喺邊哦，แล้ว講話แล้ว寫物件嗬 ，passenger 嘅名嘛，then suddenly 啲伊人嘅耳眼位啦，聽到。passenger 嘅名，你伊人冇一頭寫咯。then 原本即個 passenger 嘅名唔是到即個 rehearsal 入面嘅人嚟嘅。then they trace back is 即個 passenger 是 from 即個飛機。定到台灣嚟事嘅。Yeah。所以馬來西亞本有做嘅，所以馬來西亞做嘅是有我冇聽到嘅，讓馬來講嘅啦，是早一幫是 M 嘅頭嘅啦，是四隻嘅啦，本是上人講雲南名。exactly 上嘅，我早是無相信嘅，แล้ว後尾對來我 move 對來馬來西亞了嗬，我再講原來係有嘅可能嘅，有 exactly 上嘅喎。像嘅，比較樣袂走，一個特別佢對 airline， 佢對啲 airline。有一個故事我唔知聽過無？伊是 crew 嚟嘅，伊 accident 死去嘅，伊去意大利嘅是 Rome，OK， 伊對邊accident 啊，something like that， 係食。啉酒掉 alcohol poison 嚇 something like that 啦，袂記啦。特別唔是到啲背機位啦，係到啲，伊是特別到是你 airline 做工人啊。Yes, but he still on duty. He on duty. He 背機迄邊。Then he supposed on after 1 week， he 借到對去 on duty 對來伊 home country。對唔對？swap crew 嘛，我叫 swap crew 咯。Then 伊度。當然咯，當然到迄邊去咯。then 冇愛有一個 replacement 咯，對唔對？了冇 replacement 了即個物件都愛有迄個 airline 頭家講OK， 伊 station 頭家講 OK 咯 ，short 一個咯，賣咯，即係講減了一個 crew 咯，減了一個 crew serve 咯。then OK 咯，嗰啲人冇 cabin crew 啊，cabin 嘅 crew 啊，對，咪講緊呢邊嘛。OK， 了。我唔知講係入面 engineer 係咩啦，唔知嚇 ，OK 了。engineer 背啦 ，OK，then 我對來了，有一間伊人街嚟啦，伊度對來咯，伊人我對 lobby check out 咯，人看到伊，看到伊件事，係，了無人出聲，你伊肯打波度就講，伊是一人看到呢。所以唔敢講啦，講點嚇。一人呢，伊想講一人看到呢，伊想講伊有但伊關係物件，伊無去插係物件。然後無說，然後就一頭背一隊 crew bus 隊到 airport check in 做物件。做了，伊啲 galley 也唔會，伊個才響到伊喎，個才響到間查某喎。然後無法咯，伊本點咯，唔記 ，because 伊人有 train 過嘅。something like that 啦，伊人嘅senior有教人講過做呢啲物件啦。then 伊人 ignore 伊了到個伊個 flight landed 了無夠disembark 了，個了 passenger 出了咯，咧伊人冇啲內邊做物件做了，伊人冇對愛做 report 咯，咧伊人講起講，哎呀，你有看到，佢人看到。He's still on duty 對來 but actually 伊個 body 已經 send 對 home country 啊。查某嚟啊，查某嚟。Yes。係啊，迄個物件 still on duty， 伊 still assume 伊 on duty 對來對所以真係濟嚇物件，係個理嘅。我冇聽過啦，關係嘅你，I mean 即係方便啦。
即係後面啦，唔係聽過嗬，佢哋嗰時聽什麼厝？係啦，厝邊咯聽咧。好，誒，白刀呢個到底嚟講？伊就冇講，特別冇講多一格嘅喎。咩多一格？係話講咩？唔係講啦，做工。係啦，冇話邊個 at least 講啦，就係講時我到邊嘅，還是到一個 airport 啦。咪講，冇講，如你看佢做一條 edit 是話立女字牌。OK，let's see。但係冇估你白刀佢到底嚟講，白刀嘅機會到底嚟講，較濟個。會使。啊，好。OK。我個真係濟，個真係濟個啊！咁你係做工嘅啦。做工嘅是屬實是真係。冇估係香港講話。係啊，我香港做工㗎嘛，唔知咩，係咪？哦，OK。叫你請佢請佢。好啦，我架車嚟齊咯。打啲換機啊！打啲換機嘅好，架車起來啊！等下啲，使。啊，好，我嘅驚聽。誒，等陣我嗰時驚聽嗰一行，佢講一嚟。嚇，係咪？one more。我講一。嚇，等陣 OK，你經驗安尼知道啦。你嘅第一簽嘅係你 experience 係咪？你下嚟你第一件嘅 experience 係咪？特晚你講嘅係你。特啲嘅你，樓頂條每落起來是第件，好我是件事。都不看過，真嘅啦，我看過，把這個是真伊人冚掉了啦，即係 I'm not supposed to tell 啦。但係我講 roughly 下你問叫都嘅問叫差唔多嚟啊。迄個36嚟38粒，你咧靚嘅物件嗬，一樣就愛。一個 service 係到一個時間，就是到一個時間 service， 所以一樣一個 service 係做一季節，然後一人解來背。對，我知意思 ，after 就係 hour 先是特別 service 啊。Yes. Then 伊冇拖斷去 hanger 咯。嚇。伊冇啲背記掉咧，咪都去白 service 咧。然後伊冇有一兩隻樓梯啊，合起來咯，成隻 Lego 啊，你看冚起來咯。So that's why 白來白去。意思到底係冚出頂嘅，即係出啦，到底係喺個南邊啊嘛啊。對。Then 啊，有一擺the fella actually 伊過身去嘅。嚇，伊啥物嚟 ？OK， 即係人啊，做工嘅人。做工人嚇了。Then 伊都飛機架落來。哦，巴多 accident。Then from inside 是有人看到伊，人拎伊出來。人係咩？哦，係咩？人拎伊出來。人係咩出來？有物件拎伊出來。有物件拎伊出來。塞伊啊！拎伊出來。翹伊，幫伊到到來。塞伊。哦，塞伊。塞伊出來呢。哦。Because 你若是講迄個物件我頭先講係 Lego 嘅迄物件，伊冚起來咧，所以我諗就被 test 伊嘅梅嘛。哦。就愛開冚伊嘅梅咯。所以我諗就愛deduct，我叫 deduct 啦，揼到伊出來咯。有冇個 play 伊嘅梅咯？Then 啊，伊夾落嚟。哦。你意思到底徛到底迄個 Lego 入邊嘅你大物件，還是到底飛機裡面？那邊哦，所以人伊成日被帶是每一度啲南邊咧，樣你物件國卡物件又走嘅時，就可能塞一上可能。已經出來了喂，已經 steady 到去邊了，已經算幾哪擺了 ，test 幾哪擺了喂，對明明在講，迄邊是真正unsafety 嘅物料喂。伊到之頭很落來。那邊是無人嘅，一隻人嘅。特別你講就人講佢哋塞嘅時，docking 對面嘅人。哦。有揾到啲到啲你 dock 嘅人啊。dock 對面嘅人。same level。哦。對，same level。特別你唔知啦，就是講嘅啦，唔知講嘅就是一樣是看到物件塞出來，是看到紅險家己嘅事。嘅。哦。所以大你吼，無關講你相信唔相信咯，我一個 airline 啊，應該了拜。應該了咩？拜。
咁咧冇白。哦，所以也報備啦，嗱，係。奇怪，做咩事？伊個對飛機嘅我唔知咩事哦。我 try to 想下，有時有你物件，你個想會通講做咩事？伊你物件愛去成certain位啊，然後呢，特別只飛去飛機呢，唔知咩事啊。有咧真正衰咯，有咧明仔講，你再講係你嚇，第衰就是係咩啦 ？OK，咱講伊是 best 嘅，伊大擺暑假去到一個 season， 伊暑假去迄個死死格格惡食嘅巴肚嘅，知啊？去到對來伊個 status 會變嘅。我知我。我唔知喎，跑啊！你隻你 I Skype 會跑啊！我冇啲話講唔得。都唔知咧，伊人啊嗬，伊人會去迄個黑黑嘅石頭嘅哦，知啊！嗰下伊飛機，嗰隻飛機就是玩完了嘅咯，嗰隻飛機是白色嘅咯，所以伊講叫 lease aircraft 就邊嚟啊！哇，樣真慘嘅喎，伊人去硬先愛去7、8、10歲本愛去嘅咯，對嘅是啊，樣喺那邊多嘢去，樣啲咩？哦，實是。啲那邊多落去，啲那邊多嘢。แล้วต่อยเดียวแล้วฮะแล้วจิจะไปกี่นี่ตัวโบกี้เสียชิงกี้บุโบหอหลังใจอีเสียงจ้าเนี่ยก็สักกี่จิตท้ามุยคุยกันแล้วมุยคอยพักเนี่ยพักก็คอยตาอันเขาเนี่ยแล้วอีกก็จะบูตัวที่ชัดแล้วเห็นตัวที่รู้แล้วอ๋อแต่สิ講อี before อีไอไปขี่สิอีหมอ blank เดียวอีโลโก้กันแล้วเนาะเจสิ講จิจะ aircraft not belongs to any airline 啦是衰啦 then อีตุ้ย嚟แล้วไอ้สิ做แล้วทันลุยแล้วแล้วอีกก็จะไก่ spray ตัวตุ้ยโลโก้ที่กิโลอันนี้เขาเนาะตัวนั้นอันนี้คนมีอย่างบุญเนี่ย做人當兵當一筆記當嘅啫咩แล้ว是อันเขาเนี่ยลูกความสิ講ลูกตี喺เลย junction accident เนี่ยลูกสิ forever 都去病特別我看對唔對特別我看有可能阮只只唔是跟那去咧巴肚呢啦你去有只人嘛是到飛機出事你知到底飛機 pressure change pressure 係物件啊嗬好啦，係再講係咪再講咧嚇？會見別乜嘢咧？會見別 heart attack 啊，前一隻大把。long haul flight，佢這是 long haul flight 啊 ，short haul flight 冇。咦，我驚，唔到對唔對？先我驚。所以你問這係 airline 咯。佢哋可能落了時，你同我講。落了時，咱靠大時同我講，喲問好啊咯，你係坐 first class 嘅。first class 個價價嘅，假如講。哦，點寫？好啊，我冇再坐 first class，OK 講。But 伊 upgrade 路去迄啦隻。upgrade 去我走坐，冇插幾蚊走坐。Sorry, girls, I have no time for you. I'm enjoying first class. 我冇插嘢，我知啊，多實。我定當時，如果聽我講，我定當咪是條 upgrade 去 business class，我爽個別死啊。OK 啦，伊人 serve 數高嘛。你知物件講好啫，你咪接飛機咪是攤 discount 咯。面類。哦哈。你教我俾咧？你教我訂 first class。貴。我講住啦，咩嘅 ？OK，百里 airline like 香港嘅啦，伊攤 nominate 嚟嘅。nominate 係咩？nominate 假如白姐 ，then 咩類嘅？哦，假如白姐。假如。假如。哦，你使成個帶一個人面對啊？對哈。But now for 百里嘅啦冇談啦，only 可能一個 airline 有呢，出呢冇嘅。OK，可能琴日嚟講，OK，嗱，睇下我點幾正啊，咱講幾個事講，特別真好聽，真好聽。韓都啊，冷熱嘅韓都。叫 BB 爸爸問去掉啲去想這物件呢這啦，你主想嘅啊，那家走路嚇哈。睇到 BB 爸爸先放一清啦，不咪去還攞呢隻。你感覺到你做了，你歡喜就好了。你嘛去想講，哎呀，一對條，你就是 forever，你記掉一對條，你哪想哪隻嚇？
我伊毋是去記啦，伊是好像是感覺啲換較水一個時候，就講唔知是係你有關係條係你有。你應該你冇香講呢，normally 啦，normally 好往人肯拄着啦，往大擺做工拄着喺物件啦啊。After so many years 我做喺物件，我再拄着喺物件，所以我人就會叫伊講，閃開者，徛邊啊淡薄，咪甲走我人。你 respect 伊本啊 ，respect 伊本啊，咪是講。就是講咪大些聲嘈啊，迄個 GCB 出來個了啊，咩個了，咪啦，咱定計講係當三擺，伊做個真係一拉格了啊，你個來計一拉格。是 mutual respect 嘅呢啦。就是香港咯。OK。因為我聽到，如果話你掃，你冇掃我真係食辣啊。伊掃是掃痕機啦，伊四兩邊。是唔是？伊無出聲。小姐，你是唔是掃痕機個？對呀，伊別講無出聲。切，白講。嗱，講，白講有一對叫個，冇對叫就 offline 嘅，一對 battery 就是冇電台。冇電台咧，嗰時嗰隻嘟掉了。伊冇啦，問個水。冇啦，對啦嚇 ，OK， 叫我考到對。終於對啦，喂，我俾嚟個，喂，當你講嘅其實對戲，我講你講一半嘅假如，唔是對，唔是對呢就一直頭嗬，甲我 lock off 了嗬，甲我 exit 出去喎，我規個 Skype crash 呢個 program。crash 去啦。了嚟。係咪你每講數款係你講到卡手，每都卡手，你講到是唔是？我講到數款啦，嘅卡手，有。冇我條監。條監。你平時咪數款基本啊？冇，你是講條卡手嘅正啦，是係咪數毛菇？毛菇點嘢事？毛菇。冇得有人教我講話，得。哇！有人講話語話。你冇啦，有人啦，人講人啦，唔是講鬼啦。伊人家講話，一直到啲 iPhone 換成個亂呢，到啲 iPhone 呢，了冇語話，但係聽你講我而家夢想咧，直頭成日講，因為插蘭嗰時成日講請買插蘭，慳謝慳 respect 伊淡薄，一定啊，夢想咧就本啦。我是sometimes人佢小派嘅，係啊。伊名做係咪毛毛膠啊？毛毛膠。還沒數。毛毛膠。我聽到，如果我錄聽到講頂一啲個係咪到落邊啊？拍報紙啊，拍架伊一個地方，伊是油脂巴來咧，一擼掉，愛起厝咧，風險真係hotspot 嚟啊！但係你講去係咩啊？去係你係咪99係咪 mention 咪先叫咩名啊$99 mention。邊是到落位？你到落位啊？高原咯。高 N。你都有聽到高 N 嘅故事喎？有啊，唔是講佢哋有鬼出嚟彈啊！講，我真冇講得嘛？好噶，我冇知，我冇看這個報紙，馬來西亞報紙。好噶，電視機嚟翕報紙出。等我 YouTube 喎。冇。嚟講下安怎？我有看過伊 interview 啦，伊佢新聞啦，伊是講伊阿妹是看到。佢連那看到有啥白色晒，你看係哋啲好，是 because of 佢哋維護成日是講愛嘅嚟發電嘛，對。超08呀。發電啊。嚇？咩物件？唔是超08啦。咩物件？得嘞。唔是超08，伊是迄個。就講油脂吧，油脂吧係咩咧？油脂係咩？油脂啊，油棕啊。格拉巴沙威。
嚇，แล้ว伊就定定出來考咯，because 伊為啥是愛互人發展啊，先做一個呢啦，一個幾呢啦，就十幾幾嚇。哦，無問題是講伊個考嘅聲會影響到加了人注意，你知哦？哦，加了3萬。呢？你想你會 imagine 哦，伊會起個報紙拍，但是機來翕，你知哦？但係唔是一個人傳嘅啦。是加了，佢哋台灣嘅人本會聽到，所以就伊是安怎考嘅聲？就冇幾啊？在笑咩？喲，吉利咯，攏是講在講係咪考嘅聲我聽。伊德魯加德魯加半暝三更，迄邊大個人 complain 啊，有一個人變到 visitor area 去，北京人收鐳啊。我本來聽啊，變做隻 hits 去啊，等講。係 tourist attraction 嘅那係啦 ，maybe 是嘅 ，maybe 是嘅。伊成咗考嘅時候咪聽咧。喂 friend 咧，伊 sister 大迄邊嘅咋，伊唔講真。哦，你每看安怎係聲？誒，白島嚟講。就是伊甲我講，伊有啥是有 lock 掉伊啦，啥有 hit 掉啊，係啲愛去解除到對嚟。哎！伊是安迪嚟，伊 hit 掉伊。翕掉伊安迪啊？不 hit， 伊是安迪嚟，伊 hit 掉呀，hit 掉安迪不啦？哦，即係安迪翕掉伊聲乜啊？哈，不翕掉伊呀。喲。你一隻眼都碰見啊，一隻眼都冇地啦。誒，頂住我特啲咧 Facebook 會看到人寫咧咩咧馬達了，看到半電咧鋪過是真嘅嚇。有人 share 到啲 Facebook 會。嘅啦。OK，講十句啦，嗱，下禮拜個嚟，唔係嗱，佢節嗱個接去講，毛菇啦，下禮拜個嚟講啊，那是你誒。我幾號？好，不到我老師你注意下，差唔多時啊，一個月一擺差唔多啦。OK。所以啦，佢係對嚟講句較濟句告訴你，再濟句告訴我知，真厲害講。OK，我感謝孟小姐啊。孟小姐，較早人報คุณ嘅是寫卡。寫伯伯借波。OK 啦，感謝啊嚇！嗱各位聽眾啊，攏現條聽眾攏留個呢鼓動叫攏3點啊，感謝啊！然後去困嘅是隻牛鈴就做啦，個困，然後對面佢哋鬼啊！好啦，你真係做我台灣咯，自覺攏打暗打好，人哋我正是早起嘛，所以今日你驚，我明你驚嘛，攏驚就好啊！好啦，嗱，下禮拜過來再見啦，各位聽眾，拜拜。拜拜。拜。蘑菇。